好多企業為咗求快，都會選擇同當地合夥人成立4951嘅合資公司，本着我出品牌，你出渠道就可以做強做大。但係現實嘅商業世界係冇想象中浪漫，其中經典嘅世紀分手案例就係依賴4951嘅模式去開始。聽落好似係完美嘅強強聯手，但係對外資係冇任何嘅保障。商場如戰場，如果缺乏頂層防禦嘅架構，以4951嘅模式去開始嘅話往往隱藏住極大嘅風險㗎。喺90年代初世界啤酒巨頭準備打入泰國市場，當時就選擇咗同泰國極具實力嘅酒業大亨成立合資公司。初期雙方度過咗一個雙贏嘅蜜月期，外資提供世界頂級釀酒工藝同埋國際品牌，而泰方就負責佈局泰國嘅經銷商同埋物流網絡。當市場越做越大，4951嘅架構先天缺陷就開始浮現啦。泰國合作方擁有敏銳嘅商業觸覺，利用咗現有強大嘅分銷網絡，作為只佔有49% 股權嘅外資，喺董事會同埋營運決策上缺乏絕對嘅話語權，無法干預泰方對於銷售渠道嘅資源分配，睇住自身品牌嘅市場佔有率逐漸下降。當戰略出現分歧，外資想抽身退場，先至發現深度綁定嘅合資架構底下，要拆夥係極度困難。最終雙方只能對簿公堂，黯然離場。回顧呢段嘅歷史，其實一切嘅問題都係源於股權架構嘅局限性。呢個案例對於各位老闆嚟講有極大嘅啟示。一、以4951嘅架構合組公司將會失去戰略嘅主導權。你想加速擴張或者調整價格，只要泰方股東投反對票，你嘅發展就會受到制約。二、品牌資產被深度綁定，合久必分。當大家一旦出現分歧，品牌嘅商標、配方、店鋪嘅租約，全部被綁定喺呢一間合資公司入邊。你想全身而退，代價隨時係放棄整個嘅泰國市場。想喺泰國做強做大，完善嘅頂層架構係十分之重要。透過 Good Channel Thai 對路泰國，合法成立100% 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，就可以幫你築起防火牆，將你嘅品牌、IP、核心配方、供應鏈資源全部100% 由你集團控制。靈活嘅商業結盟，以全外資公司嘅名義同泰國當地合夥人簽署 B2B 合作協議、區域代理或者特許經營 franchise 合約，既可以善用泰國嘅人脈資源網絡，又保證咗